皇上驾到！你让皇上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哎，皇上他人呢？啊，皇上吩咐了，见物如见人。你这个人好坏好坏的，害得我以为皇上来了，白让我打扮了这么许久。说来也奇怪，您刚才还那样，从里边一出来就像换了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女人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。哦，那您签收快递吧。你给我打开。皇上待我可真好，居然送我佛手柑这么贵重的水果。这送人水果哪有掰成两半的？要么就是这人太不讲究了，要么就是像坊间流传的那样，是分手的意思。分手？要不然皇上至于连一个整水果都不趁吗？这位娘娘，我还有下一单呢，您还是快签收了吧。他要和我分手，这一定是弄错了，我不签。哎，您别不签呢，早知道我就不告诉您真相了。我听说前些日子快递不是出了差错吗？您这个是 VIP 专用物流通道，不在那次送错的范围内。我不管，你把这什么破佛手柑给我送回去。奴才办不到啊！你不是飞毛腿快递吗？我是飞毛腿没错，可是我们那边不让接私活。什么飞毛腿快递，什么乐视商城，都是一